Hello，大家好。最近呢，一直很火的人工智能聊天应用呢，ChatGPT 呢，刷爆了全球社交媒体啊。昨天国产版的这个 ChatGPT 呢，正式的发布啊，将会在下月开始内测上线。那人工智能一直是百度的这几年重仓压住的一个领域啊。我们知道的这个在互联网领域和这个移动互联网领域呢，百度呢一直处于这个慢一步慢一步，没有去全面的去抓住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先机。但是他们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他们是先发制人的。那尽管如此，在人工智能方面呢，除了在硬件上的一个突破之外呢，好像在软件应用层上面却少有用户知道基本上无感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或许就是国内人工智能一直都是呼声大雨点小的原因。那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可以先点个关注。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聊。ChatGPT 的出现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 Web3的元宇宙的快速进入到普罗大众的视线同时将会打破现有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无休止广告的推送。从 ChatGPT 接口生成可以看出用户每次发出指令都会经过算法呢，将最佳的答案呢推荐给用户，就像用户的生活小助手一样，百问百答啊。而且呢，相相对于当前的搜索引擎呢，则会优先将广告推送给用户有人说呢，ChatGPT 将会成为这个 Web3领域的微信不过的话说呢，早期的微信和现在 ChatGPT 呢有相同之处就是我们最早的微信呢就是一个机器人，你可以和机器人进行聊天但是和这个 ChatGPT 有很大的区别。ChatGPT 的火爆呢，不是因为它会理解人类输入语言指令了，而是可以根据人类的语言指令，通过大数据去检索用户想要的答案。那显然，在创新能力上呢，国内的人工智能只是在模仿跟随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太大的创新。那只是以传统互联网的逻辑去攻城略地从普通老百姓的衣食起居吃喝等方面的毛做的功夫和精力。比如说，在这个电商方面呢，他们可能会根据用户的这个行为去判断用户他喜欢哪个产品他会把这个人工智能用在这方面。那这个好像跟普通用户离得比较远所以说呢国内的人工智能基本上是无感的。在广告方面呢，用的是出神入化而对于专注于研发这些科技呢，基本上缺乏这种专注的精神。那 ChatGPT 呢，出现了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到哪些方面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猜想一下。首先第一点呢，最直接的就是搜索引擎，那将会直接替代现有的搜索引擎。那过去搜索引擎呢，无论用户输入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广告不管这个广告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反正你先看到。而未来有可能会改变这种格局或许未来的社交工具呢，就直接替代了现有的这个搜索引擎。也就是说，我们将搜索引擎和社交工具合二为一。那比如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微信，我们在微信里面聊天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将我们想要的这个答案呢，通过一些指令呢，可以直接的将这个答案呢，直接通过这个社交工具就直接可以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将这个答案呢直接发送出去就可以了因为未来有可能会这样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结合数字人实现在线陪聊心理疗愈等等。那未来嵌入人工智能的语聊 API 或语音输出功能呢进行融合的话呢，那可以实现用户的在线陪聊，或者说作为用户的网络心理疗愈师等等。我们都知道未来肯定是一个比较充满这个科技色彩的一个世界和一个互联网数字化的一个互联网那 ChatGPT 呢，将有可能推动 Web3呢向这个社交呢向更高的一个层次发展了。结合 ChatGPT 的这个人工智能语义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工具直接查询任何链上或链下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丰富社交工具的内容和用户联系的构建那么第三点的话，ChatGPT 呢和元宇宙的一个融合，可以实现虚空对话。那基于大数据的全面的一个应用的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的未来的元宇宙将会是一个多感官的一个虚空世界。用户可以在元宇宙当中呢驱动任何功能，
那实现在元宇宙的一个穿越、互动、交互。那甚至为了有一天呢，用户可以在这个元宇宙当中呀，和这个已故的这个亲人或者朋友进行一个虚空对话啊。这个功能，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呢，首先呢，它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新兴的一个技术，比如说AR、VR 这个全新3D 投屏技术，还有这个大数据等等，还有等等啊，它都需要用到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当然了，未来肯定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支撑这样的一个来支撑啊。和第四点就是，同样随着这个 ChatGPT 的到来了，也会产生更多的新兴的职业啊。虽然说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在说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到来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人的失业啊。但是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的一个新兴事物的这个诞生，将会诞生更多的新鲜的一个事物。就像这个互联网的诞生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个这个网络店主啊，包括我们的自媒体网络创业者自媒体创业者，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啊。这个职业呢只会比过去的越来越多啊，只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这个网络化，越来越这个专业化啊。但是只会有越来越多新的职业。那过去的职业呢，可能就慢慢的淘汰了，但是它会有新的职业来代替。那也会让更多的人向自媒体这个领域呢靠近啊。但同样，未来随着自媒体的创作门槛降低啊，自媒体的这个推荐算法的门槛可能会提高啊，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去创作，那有可能这个淘着这个内容的同质性呢可能比较严重，那他可能就会优中选优的去把这个把一些比较质量比较差一点的可能会过滤掉了，或者说他不会给你优先推荐的啊。好了，人工智能虽美呢，但一切呢还是由这个代码堆砌的啊。虽然令人这个感叹或震撼的、惊叹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将其神化到它无所不能啊。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可以点赞、收藏、关注。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